位於港島東區嘅東岸板道，全長約2.2公里，分為東西兩段。西邊起點為炮台山東岸公園，沿東區走廊橋底向東延伸，最終連接至鰂魚涌海裕街。隨住東段於舊年12月底開放，標誌住由堅尼地城至筲箕灣，全長約13公里嘅港島北海濱長廊正式貫通。東岸板道嘅最大特色，因為大部分係利用東區走廊橋下空間，因此無論係暴曬定係雨天，仍可自在地喺呢度欣賞維港嘅無敵海景同進行康樂活動。當中東段主要觀賞以啟德郵輪碼頭為主嘅維港東部景色。如果想欣賞灣仔、中環及尖沙咀等地區嘅維港景色，去西段觀賞就位置較佳。板道設有共享徑供行人、緩跑人士及單車使用者共用。市民亦可帶同繫上牽繩嘅寵物到訪。喺北角碼頭附近 ，Local Bike 亦提供 Harbour Go 共享單車服務，讓遊人可租用單車。呢度設有靠近海邊嘅行人專用步道，令欣賞海景者同維港嘅距離更加接近。東岸板道共有8個主題區域，位於東段嘅演藝創長廊為多功能開放式空間，多位本地藝術家喺橋墩展示東區吉祥物東東，遊覽東區人氣景點嘅壁畫，而康水空之鏡就由香港海濱長廊首次出現嘅免費體驗式玻璃觀景台。遊客需先着上由場地提供嘅鞋套，玻璃步道上可以邊行邊睇到腳下面流動嘅維港海水，可話係全新嘅維港體驗。但係玻璃觀景台喺雨天時就會暫停開放。喺西段嘅魚釣魚平台係專為釣魚愛好者而設計嘅臨海釣魚平台空間，位於北角渡輪碼頭附近。桃童夢之園有多個為小朋友而設嘅攀爬玩樂設施。家長可趁住等小朋友玩緊嘅時候，同時對住維港海景踩健身單車，單車同步發電，並透過 USB 接口為手機等裝置充電。夕日光之街區域提供階梯式座位，適合遊客欣賞維港海景同休息。